早排網絡上流傳緊一張相，引起咗好大嘅轟動。相入面有一個身穿間條 T 恤、戴住黑框眼鏡嘅女士，同屋企人喺一家普通的拉麵店食飯。大家定眼一睇，嚇了一跳，原來呢個竟然係昔日嘅女神善蓮。相入面嘅佢雖然只得57歲，但係兩鬢斑白，髮際線好似有啲向後移，甚至有網友好刻薄咁講，話佢點解老到好似個阿婆咁，完全冇晒當年嘅星味。有人感嘆話，曾經嘅冷艷女神，而家變成咗普通的慈母，真係令人唏噓。要知道，當年敬善蓮可是號稱男神收割機，同佢合作過嘅，全部都係最頂級嘅男星，劉德華、張國榮、周潤發、黎明、郭富城、梁朝偉。可以說，如果你當年冇同善蓮拍過戲，你都唔好意思話自己係天王巨星。但係自從2007年佢結咗婚之後，就徹徹底底咁退出咗娛樂圈，真係神隱咗一樣。好多人都問，點解佢可以放低咁大嘅名利，走得咁瀟灑？如果你真係了解善蓮呢個人，你就會知道，今日呢個滿頭白髮、素面朝天嘅佢，先至係最真實、最快樂嘅善蓮。今晚就等我哋一齊走進時光隧道，重新認識呢位曾經驚豔咗整個90年代嘅單眼皮女神。講起善蓮，大家對佢嘅印象可能都係那種淡淡嘅、酷酷地嘅感覺。其實呢種性格係從小養成的。佢出世喺台灣一個普通的家庭，屋企雖然唔係大富大貴，但勝在父母非常開明。佢爸爸本來係做獸醫嘅，後來因為際遇問題轉行做咗警察，媽媽就係全職主婦。雖然屋企細路哥多，有一個阿哥兩個家姐，但係父母從來唔會因為錢銀問題而限制仔女嘅發展，反而係那種放養式嘅教育。細個嗰陣敬善蓮完全唔像一個女仔，甚至可以說是係屋企嘅醜小鴨。當其他女仔中意玩公仔、跳橡筋繩嘅時候，善蓮最中意做嘅係咩呢？佢中意爬樹、捉昆蟲，甚至同鄰居啲男仔打交。因為佢覺得長頭髮好麻煩，出汗黐立立唔舒服，於是索性將頭髮剪短。加上佢皮膚黑黑實實，對眼又係單眼皮，唔係嗰種傳統意義上嘅正女，所以以前經常被人繪係男仔。最搞笑係讀書嗰陣，明明學校規定女仔要着裙返學，但係善蓮偏偏唔肯。佢覺得着裙跑起步上嚟好唔方便。於是佢竟然可以理直氣壯咁同老師理論，最後老師都被佢嘅歪理說服咗，准許佢着男仔嘅校服返學。你話佢係咪好有性格？其實喺嗰個年代，大部分女仔都係乖乖聽話，唯獨善蓮從小就有一種我行我素嘅特質。雖然因為外表唔出眾，甚至被人笑係黑妹，但係佢從來未自卑過。佢照鏡嗰陣覺得自己其實都幾順眼啦，嘴唇厚厚地幾性感，單眼皮又有個性，點解一定要跟人哋嘅審美標準呢？這種強大的自信心，亦都為佢日後喺娛樂圈那種千人一面嘅審美疲勞轟動之中殺出一條血路埋下咗伏筆。原本善蓮並無想過要做明星，佢同好多普通學生一樣，按部就班咁返學放學，直到高二嗰年。佢偶然睇到一部美國電影叫《名揚四海》，電影講一班年輕人喺紐約藝術學院追求夢想嘅故事。嗰種自由奔放、充滿激情嘅生活深深咁震撼咗善蓮。佢突然間覺得，原來人生可以咁樣過嘅，唔一定要坐喺寫字樓打工。於是，一顆藝術嘅種子就喺佢心裏發芽。高中畢業填志願嗰陣，佢毫不猶豫咁報咗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你要知道，當年戲劇系係好冷門嘅，而且出路唔明朗。但係善蓮就係那種想做就去做嘅人，從來唔會顧慮太多後果。入咗大學之後，善蓮如魚得水，佢一邊鬥書一邊做兼職賺學費。因為佢以前參加過合唱團，把聲其實好靜，有一那種磁性同沉穩。於是佢就去咗滾石唱片做兼職，幫啲歌星唱 demo 或者做和音。好多人都以為善蓮係拍戲先紅，
其實佢係一隻腳先踏入樂壇，就係喺滾石打工期間，佢遇到咗生命中一個好重要嘅男人，亦都係佢唯一承認過嘅男朋友庹宗華。當時庹宗華已經係有名氣嘅演員，但善蓮6歲，成熟穩重。因為庹宗華要出唱片，善蓮幫佢唱和音，兩個年輕人就咁樣一來二去撻着咗。對於善蓮嚟講，佢從來唔覺得自己係學生妹就配唔起大明星，佢愛就愛，好直接。這段感情擁持咗足足12年，當中嘅甜酸苦辣，亦都深刻影響咗善蓮嘅人生觀。講返事業，善蓮嘅運氣真係好到令人妒忌。1990年，香港導演陳木星籌拍電影《天若有情》，男主角已經定咗係當紅炸子雞劉德華，但係女主角一直以此懸空。監製杜琪峰想要揾一張新面孔，唔想要那種大眼大波浪捲髮嘅標準美女，佢想要一種倔強有性格嘅樣。於是劇組就開始喺一堆新人嘅相片裏面揀。據說當時善蓮嘅相其實只係一張黑白嘅證件相，樣貌平平無奇，甚至有啲土氣。但係杜琪峰一眼就睇中咗佢眼神裏面那種不服輸嘅勁。就係咁，一個仲喺台灣讀緊書嘅大二女學生，就這樣被召喚到香港，成為咗劉德華電單車背後那個着婚紗嘅女仔。大家記唔記得《天若有情》個經典一幕？劉德華流住鼻血，揸住部電單車喺馬路上飛馳，善蓮着住潔白嘅婚紗，緊緊抱住佢，背景音樂一響，真係睇到人心都碎埋。這部戲一上畫就爆紅，善蓮憑借那種清新退俗又不失堅韌嘅氣質，一夜之間紅遍亞洲。佢唔係李嘉欣那種驚艷，亦都唔係關之琳那種洋氣，佢係那種你看第一眼覺得普通，但係越看越有味道嘅第二眼美女。而且最難得嘅係，面對住劉德華呢個罵人迷，善蓮竟然一點都唔怯場，甚至冇那種小粉絲嘅崇拜眼神。後來佢自己都講過，因為佢平時唔追星，根本唔覺得劉德華有幾大陣仗，所以演起戲上嚟反而更加自然。這種淡定令到劉德華都對佢另眼相看。一炮而功之後，善蓮嘅片約好似雪片咁飛嚟。而且佢接嘅揮全部都係大製作，佢同李安合作《飲食男女》，飾演那個外剛內柔嘅義女朱家善。喺電影裏面，佢係一個職場女強人，同郎雄飾演嘅父親有好多矛盾。但係當你看到佢最後一個人留喺那個充滿回憶嘅舊屋，喺廚房整飯嗰陣，那種對家庭嘅眷戀同無奈，真係演得入木三分。李安都讚佢。話善蓮係一個好有天賦嘅演員，佢唔使點樣用力，只要企喺度就已經有戲。之後佢又同張國榮拍《夜半歌聲》，飾演富家女杜雲煙，那種為愛痴狂，最後瘋瘋癲癲嘅狀態，佢拿捏得恰到好處。仲有同黎明合作嘅《半生緣》，佢飾演嘅顧曼楨，那種被命運捉弄嘅悲劇感，簡直就係張愛玲筆下走出嚟嘅人物。特別是佢被人囚禁之後，那種絕望嘅眼神，真係令觀眾睇到心痛。喺90年代嘅香港影壇，其實美女如雲，王祖賢嘅媚，林青霞嘅英，張曼玉嘅俏，但係善蓮硬係憑住一張清燙掛面嘅臉，穩穩佔據了一席之地。佢身上有一種好獨特嘅清冷氣質，就好似一朵開喺懸崖邊嘅百合花，只可遠觀而不可褻玩。好多導演都中意揾佢演那種外表柔弱但內心堅強嘅角色，而且佢真係所謂嘅男神收割機，同四大天王全部合作過，仲有周潤發嘅《和平飯店》，梁朝偉嘅《等着你回嚟》。有一次劉德華開演唱會，專門請善蓮做嘉賓，當住幾萬人面前跪地唱情歌俾佢聽。當時好多人都以為佢哋跪喺埋一齊，但係善蓮就好清醒。佢知道那只是舞台效果，落咗台之後，佢依然係那個中意着拖鞋食大排檔嘅善蓮。雖然是業餘日中天，但係善蓮其實一直都冇將自己當成係圈中人。佢好少去應酬，拍完戲就即刻返酒店或者返屋企。佢嘅興趣愛好亦都好特別，
佢鍾意一個人去旅行，而且係那種背囊客式嘅窮遊。佢試過一個人去新疆、去西藏，甚至去歐洲流浪。佢唔住豪華酒店，反而鍾意住那種青年旅社，同來自世界各地嘅人傾偈。佢覺得咁樣先可以真正體驗生活，先可以揾到演揮嘅靈感。佢甚至試過喺屋企自己整水喉、修理電器，完全唔似一個女明星。有記者問佢：如果你唔做明星，會做雜麼？佢話可能會去做隱士，或者去種田。從這些說話就可以睇出，佢從嚟都唔係一個貪戀名利場嘅人。講到感情，善蓮係一個好長情嘅人。佢同托中華拍拖12年，大家都以為佢哋會打鳳都打唔甩，至早會拉埋天窗。甚至喺1999年，托中華曾經公開講過會搶善蓮。可惜係，這段感情最終都係敵不過時間嘅考驗，因為兩個人都忙於拍戲，聚少離多，慢慢感情就變淡咗，由情侶變成咗親人，最後發現再無辦法行落去。分手嘅時候，外界好多揣測，有人話係男方家暴，有人話係有第三者，但係善蓮從來冇講過前度一句呸話，佢只係淡淡定定咁講，因為大家都太忙，溝通唔夠，係和平分手。甚至分手之後，佢哋仲可以做返朋友。這種處理感情嘅成熟態度，真係好值得而家啲年輕人學習。雖然12年嘅青春錯付咗，但係善蓮並無自暴自棄，佢依然相信愛情，只係佢變得更加隨緣。進入千禧年之後，香港電影市道開始低迷，善蓮亦都開始減產。佢嘗試過返內地拍劇，好似同葛優拍嘅《沒完沒了》，同李亞鵬拍嘅《京港愛情線》，都曾經風靡一時。但係佢明顯感覺到自己對演藝圈嘅熱情已經慢慢減退。佢開始更多時間花喺自己嘅生活上，去讀書、去旅行、去學整陶瓷。佢曾經講過一句話：志不在此。這句話好精準咁概括咗佢嘅心態。對於好多人嚟講，娛樂圈係名利場，係金礦，但對於善蓮嚟講，那只係一份工作。既然做夠咗，錢賺夠咗，咪轉行咯，有咩所謂？2007年，善蓮靜悄悄咁喺美國拉斯翁加斯註冊結婚。新郎唔係圈中人，而係一位從事醫樂行業嘅曹先生。關於佢老公嘅資料，外界知得好少。善蓮將家人保護得好好。有人話佢老公係隱形富豪，有人話係普通中產，但這都唔重要。重要嘅係善蓮終於揾到一個可以陪佢過平淡生活嘅人。41歲嗰年，佢生咗個仔，正式升級做媽咪。自從做咗媽咪之後，佢就真係徹底消失喺大眾視線。除咗2013年客串過一部電視劇之外，佢幾乎再冇喺幕前出現過。有時候會有啲狗仔隊影到佢帶住小朋友去公園玩，或者一家三口去坐經濟艙搭飛機。鏡頭下面嘅佢，衣着樸素，素顏朝天，有時甚至頭髮亂亂地，同路人甲無分別。如果你唔講，邊個會估到呢個師奶竟然係當年叱咤風雲嘅影后？但是我覺得這正正是善蓮最令人佩服嘅地方。好多女明星哪怕退咗休，都仲要擁持住那種女神嘅架子，出街一定要化妝，要着名牌，怕被人話老，怕被人話走樣。但係善蓮完全唔 care 呢啲，佢覺得演芸係一種職業，卸咗妝之後，我就係一個普通人，我有權利老去，我有權利長白頭髮，我有權利着幾十蚊件嘅 T 恤。最近流傳那張白髮相片，好多人話心酸，其實我覺得大可不必。你睇相入面嘅佢，雖然頭髮白咗，但係眼神依然好清澈，坐姿依然好挺拔，那種骨子裏面嘅自信同從容，係歲月帶唔走嘅。佢無去打鉗整容，無去拉皮，佢選擇咗最自然咁樣老去。喺這個充滿容貌焦慮嘅時代，善蓮用行動告訴我不地優雅地老去，其實係一種更高級嘅美。佢唔需要靠 P 圖嚟擁持虛假嘅青春，
佢嘅皺紋裏面寫滿咗佢對生活嘅熱愛同坦然。回顧善蓮嘅前半生，真係好似一場夢。從一個被叫醜小鴨嘅台灣妹，變成紅遍亞洲嘅女神，再到急流勇退回歸平淡嘅師奶，佢從來冇迷失過自己。喺娛樂圈這個大染缸裏面，佢做到咗出淤泥而不染。佢清楚知道自己想要咩，既然想要自由，就唔配貪戀聚光燈；既然想要家庭，就唔配留戀名利場。這種拿得起放得低嘅智慧，試問有幾多人做到？今時今日，當我哋見到57歲嘅善蓮滿頭白髮咁坐喺拉麵店食麵，我哋唔應該感到悲哀，反而應該為佢感到高興，因為佢終於過上咗佢夢寐以求嘅生活，那種無人打擾、自由自在嘅生活。佢無活喺別人嘅期待入面，佢只係活喺自己嘅真實入面。在這個因為稍微有一點瑕疵就被無限放大嘅網絡時代，善蓮這種真實更加顯得彌足珍貴。或者以後我哋再無機會喺大銀幕上見到佢嘅新作品，但係佢留低嘅經典角色小倩、朱家善、顧曼楨，佢永遠留喺我哋嘅記憶入面。正如佢當年喺《天若有情》入面那句對白一樣，雖然短暫，但係永恆。好啦，今集關於善蓮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唔知大家對呢位單眼皮女神印象最深係邊一套戲呢？係《天若有情》入面嘅癡情女，定係《飲食男女》入面嘅倔強女？歡迎喺下面留言勾話俾我知，大家一齊以此懷念下那個美好嘅90年代。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記得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個頻道，撳埋個鐘仔，咁你就唔會錯過我哋下一集更加精彩嘅內容啦。我是阿占，我哋下期見，拜拜。